后来，过来是台中捷运当咧做专线的汽车，逐工早起的6点发车，一直到暗时12点。但是乌日建国路的沿线，因为铁机路离面体只有10公尺，阁无来做隔音墙，每1分钟都有一班列车经过，是甲当地居民吵甲真抓狂。甲捷运工程处来反映，对方说讲分贝数拢有及格，是互住户真气恼。今一房间这气味通拢锁咧，关家拢袂通风。想要踮伫个房间内，一定爱规工拢开冷气，因为一拍开窗啊，当咧进行汽车的捷运，每几分钟就经过一班，吵甲居民挡袂掉。那个噪音是属于高频的，叽，空空叽，那种噪音，规工开冷气，电的嘛是一个负担嘛。用手机 app 伫房间测看卖，捷运经过的时阵，这窗啊关咧也有80外分贝，若是无关咧，达到90外分贝。居民反映到捷运的工程处，对方的回应是在线分贝伫85以下合格。这个文心路建大条是560米路，规路拢有隔音墙，那阮看到对面。竟然无做隔音墙，即马一个台中市是两个制度上。记者真拢询问，捷运工程处解说，沿线测音确实合格，但是可能是即马专线汽车通过行过频率变悬，是毋是因此相差，会搁再重新检测。它这个仪器会连续监测24小时，计算实际的一个噪音均值音量跟所谓的最大音量。另外，住户嘛担心处理这轨道上近，未来捷运有乘客甲对运输的限工，工程处强调会到现场会勘，甲居民讨论，找出解决的办法。